中共、越共和老挝共产党对苗族实施的种族灭绝。不论明清时期还是远古时代，中国的原住民苗族一直遭受到中原王朝的迫害。近代遭受赤色恐怖折磨而逃出中国，统治者进行赶苗拓业，抢夺苗族人土地，土改造成苗民流离失社，在抗共斗争中帮助过 CIA。有关苗族曾遭到土改大屠杀的历史档案，至今深藏于中共的机密档案馆内，无法获得解密。苗族未能受到国际帮助，使中共对苗族迫害有恃无恐。改革开放后，苗族都没有停止过外逃的步伐。表面上给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但实际上这是中共用民族融合消灭少数民族的计谋。在东南亚现代史上，流亡海外的苗族遭遇有更详细的记录。苗族经受越共和老挝共产党种族灭绝政策的迫害过程。越共与老挝共产党对苗族进行种族灭绝时，中国是苗族的故乡，为什么不往中国逃？就是因为中共也迫害苗族。在越南战争期间，旅居东南亚的苗族是美国中情局的紧密合作者，为美军监视越共军队动态和巴特辽共产党的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海外苗族人曾帮助打击当时南越西贡市的越共分子，保护美军雷达设施，援救美军飞行员，其战功甚至可以说不亚于藏人的泗水六港。因为泗水六港只是在边境缴获过中共大跃进政策宣告失败的机密文件，以及中共核子试爆的绝密文件。西贡陷落之后，苗族人成为了越共和老挝共产党共同迫害的对象。苗族人被越共关押至集中营，实施劳改，予以处决。当时，共产党势力悍然违背战争法，用化学武器和凝固汽油弹摧毁苗族村。据统计，有35000名苗族人死于那场群体灭绝，占当地苗族人口的10%。许多遭到赤色恐怖荼毒的苗族人，至今留下了身心和情感伤害，难以痊愈。美国退出战争后，苗族失去了美国的支持，老挝新政权对苗族展开了种族灭绝，仅福比亚山区就有5万苗族人被杀，据估计大约几十万苗族人丧生。苗族人害怕留在老挝会受到迫害，因而徒步逃离，在去往泰国的路上，因饥饿与老挝政府的追杀，造成九死一生，惨绝人寰。而逃亡到美国的苗族人，不仅复兴了他们的文化，而且积极融入美国社会。他们也拥有在美国亚裔人口中较高的高中大学毕业率和极高就业率。95%的苗族成年人口都在美国各行各业工作，70%的苗族人在美国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可以说，美国成为了苗族人逃离暴政的栖身之所，与中共官媒宣传恰恰相反。苗族文明衰败于中国，残存于东南亚，在美国焕发了新生。在中国的苗族不许使用苗族语言，不许在网络上发布苗族语言的视频。在中共政府的打压之下，中国苗族年轻一代已经失去了讲苗语的能力。至今，中国境内苗族仍只能生活在贫困的西南山区地区。改革开放后，他们也没有停止从境内向东南亚移民。众所周知，东南亚国家人均收入还低于中国，反而成为苗族的移民目的地，说明中共对苗族迫害，造成苗族人迁徙逃离。丰县铁链女事件说明少数民族女人被当作牲口买卖。徐州地方志统计显示，从民族种类来说，徐州有很多来自西南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据官媒人民网江苏频道报道档案，丰县这种假恶丑的县，反而被中国国务院连续5次评为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用虚伪的民族团结这个口号来掩盖真实的民族迫害。